高龄化社会，通脑的照顾愈来愈受到重视。新北市首创智慧报道甲智慧防疫的公托，透过云端的系统，为长辈伫出门前就车到公托中心，到开始来测量着身体状况等等，拢会当同步传送到家属的手机啊。运用智能的方式，让家属更加放心。验证成功。用面来识别，确认阿嬷已经到啊。还有智能狗仔会当念出阿嬷的身份。新北市新树公托，即马有智能系统，会当互长辈报到了后，资料就同时入去电脑，家人只要透过手机啊，就当知影资讯。亲像讲坐车进前的状况，还有血压，拢会当知影。家属都可以利用 APP 的方式去得知长者的生理量测状况。新树公托还有智能狗仔，同款透过手机就会当有音乐、音效，互失智的老大人会当有一撮训练。真侪项的动物啊，感觉真趣味。嘿，后山猪的声音互阮认安尼。新北市5月底402万人当中，65岁以上老大人就占59万，大概是14.81%。因为社会老大人愈来愈侪，新北市第46间公托启用，透过所谓智能的方式，会当知影老大人身体状况，会当互家属更较安心。